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在妈妈。现在无槟榔的人已经变少，我会想到槟榔是因为看到麻豆过去有青仔体，就是平埔族的人因会种槟榔来做因土地分界的标记。毋若田花边会种规排的槟榔，徛家嘛会用槟榔做围墙仔。槟榔伫台湾的历史已经真久，除了摕来食，也阁有足侪用途的。今日我就来讲槟榔。槟榔有的人讲是槟榔，是马来语，嘛有人甲叫做青仔。全世界有生槟榔的所在袂少，毋若伫东南亚、伫中美洲、伫非洲拢有。听讲人类捕槟榔已经几啊千年的历史啊。台湾甲南岛语族的关系是足密切的，毋若语言甲风俗习惯有通。研究者嘛发现，遮个南岛语族的人拢有捕槟榔的习惯。槟榔到底什么时阵来到台湾，已经无啥确定。毋过考古的学者因分析挖出来的人骨头，因的喙齿，就发现为遮个喙齿看起来，足古早的人都有捕槟榔的习惯。伫日本时代，民俗学者因嘛已经有记载着台湾中南部甲东部的人拢有捕槟榔的习惯。过去槟榔毋若是平常时的食物，槟榔嘛会当治病，也阁是足珍贵的，会当送人的礼物。甚至结婚的时阵，槟榔嘛会当做聘金。嘛有资料是记载台湾有族群是会透过做伙捕槟榔来建立这个族群认同。过去原住民的宗教祭典嘛会看到槟榔，也阁有人会特别做槟榔茶仔。槟榔茶仔是用来抵钱、抵薰草，也嘛会使抵槟榔。通常是做来要送互家己的爱人，也是老母做来互伊的囡仔。过去排湾族厝内会种槟榔，因第一摆这个槟榔的收成是爱送互因的头目，这就亲像咧纳地税的意思相共。可见槟榔伫过去的生活中是真普遍，也嘛真重要。台湾真侪原住民族拢有槟榔的故事，阿美族的故事是上侪。因的槟榔故事内底是有某为着要安慰伊的翁婿，变做一丛槟榔树的故事，也嘛有为着爱情来自杀的女性，甲伊的情夫、伊喜意的人做伙变做槟榔树。也嘛有故事是讲死去的查某囝为着要安慰因老母，叫因老母毋通遐尼艰苦，家己变做槟榔甲落叶。也阁有一个故事是有两个兄弟仔共时的时阵爱着一个查某囡仔。这个故事是华人的传说，讲伫部落内底有一对兄弟仔，因一摆伫山顶救着一个查某囡仔，就带转去厝，三个人做伙生活。刷落来，这两个兄弟仔拢介意这个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家己嘛无法度做决定。有一天，因兄哥就甲这个女主讲，伊要成全因弟弟。结果因弟弟伫外口听到讲因哥哥要牺牲家己，就转去自杀。这个兄哥发现因小弟自杀了，真毋甘，嘛家己去自杀。留落来这个查某囡仔发现讲两个兄弟仔因为伊家己怎死去，嘛对咧自杀啦。这个故事真悲伤，毋过这死去的小弟就变做岩石，伊的兄哥变做一丛槟榔树，这个查某囡仔变做老藤。这个老藤甲槟榔树甲岩石拢总甜做伙。后来有一个人去到遐，就用伊的手揾这个石头顶的白花，佮摕一粒槟榔用落叶包起来做伙食落。食了感觉身躯是安怎愈来愈烧，食佫是红色的。
所以后来的人就讲，因西人死了感情也是足好诶，若是拢总绑做一伙，甲因捡的斗做伙食落去，嘛足好食诶。所以槟榔、老藤甲石花这三项物件包做伙食，若是大家拢感觉足好食，嘛是代表祝福爱情甲婚姻的一款礼物。伫足古早的医册内底，就有写着槟榔的作用。槟榔会当透糖，会使帮助消化，阁会当治骹气、寒水。若着传染病，嘛会使食槟榔。嘛因为安尼，过去槟榔是会当当作是贵重的物件来送互别人。毋过真早槟榔就已经毋是治病的食物，是食好耍、食好食的。有的人是食了习惯，食落才有精神。台湾人食槟榔拢有蓝物件，上接看的就是蓝老叶，也是老花，也阁有到红花，也是白花，甚至嘛有乌花槟榔。因为槟榔本身是会酸，所以若蓝石花会较好食。即马咧包的红花内面，也阁会蓝别项中药甲香料。槟榔青仔是破开到红花，也是白花，才阁夹老藤。也嘛有包叶仔，就是甲青仔用老叶包起来。槟榔嘛有大粒破冰的，也嘛有2粒较细粒的，用叶仔包起来的。伊的变化真济，要到啥物嘛有真大的学问。台湾槟榔的食法甲东南亚上无共款的所在是，台湾食的槟榔拢是青，所以若伤熟、伤大粒，嘛会变甜，较歹食。过来就是大家较爱食春天版的槟榔，因为较油。东南亚有真侪国家嘛食槟榔，毋过因食的是曝焦的，也无得煮过。泰国槟榔毋若煮过，是有加工过，因会先浸料，烘互焦，外口才阁有一层糖，但无共款的香料，互伊变做是薄荷的，也是桂花的口味。过去的古册写着槟榔的时阵，阁有写着讲有人是会用盐去生槟榔，互槟榔会当囥较久。就算即马卖槟榔的无遐尼济，我发现台湾种槟榔的面积土地是足惊人的。全台湾有4万多公顷咧种槟榔，是所有的果子内底第1名。若甲别项农作物比起来，嘛干那输猪仔尔。2017年的统计，台湾一担槟榔的产量也阁有超过10万公吨。卖槟榔是算粒的，所以大家当想看卖，迄粒槟榔是偌有价值。嘛无怪讲槟榔对挽落来爱先剪，送去工厂着清着洗，爱破阁爱浸过，有机械会去分寸尺，按照寸尺分装了，才送去互中盘。包槟榔的石花爱蜡，爱过制作，包槟榔的老叶嘛着切甲拄啊好，刷落来是人工一粒一粒包，所以遮尔高工也阁会好，会趁钱，就表示这槟榔的价值是有够悬。过去台湾槟榔卖了真好的时，足侪人食的，嘛因为步步的就爱阁配出来，所以甲号做台湾树奶糖。迄时足侪人咧食的时，政府统计讲，全台湾一担开伫买槟榔的钱是超过1000亿的台票。后来是因为真侪医学研究发现，槟榔籽交的石花甲老叶也是老藤，食久拢会着癌。佮因为食槟榔喙齿会变乌，废槟榔看起来实在是足无卫生的，所以政府开始宣导叫大家毋通食。后来政府嘛讲，种伫山坡地的槟榔影响放山，所以就叫大家毋通种。台湾槟榔会种去山顶，除了山骹的土地无够以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台湾爱食青，若要较油的槟榔，就爱种伫海拔400到900公尺悬的所在，迄是上好食的。所以种伫遮的槟榔价值嘛上好。毋过嘛因为安尼，种伫山顶的槟榔对环境造成真大的伤害。
毋过嘛有记者讲，其实会造成崩山的毋那是槟榔，因为种伫高山顶的茶嘛会。上严重的是高山的高丽菜，因为高丽菜一冬就要犁几啊摆土。高山顶种的果子从来啊，高山种果子甲种菜拢是违法的。毋过因为槟榔的形象是上歹的，所以若拄着崩山也是土石流，拢会讲是种槟榔的关系。我也看到上下游一个线顶的农业新闻媒体，因咧报道槟榔政策，才知影槟榔这个产业真特别。这30几年来，政府因为槟榔会造成癌症，所以无辅导、无鼓励种，毋过嘛毋加禁止。这造成槟榔若全农药，拢无人咧管。包槟榔的老叶嘛是足侪农药的。槟榔内底含的白花、红花，嘛有真侪无合格的重金属，因为拢无人管，所以包槟榔的过程用的漂白水也是别项化学物件嘛真侪，这食落腹肚内底拢对身体毋好。较大讲的才会种种的原因，互槟榔伫过去算是高级的礼品，变做即马是影响健康、破坏大自然环境。无适合现代社会的食物，有一阵仔市面上会当看到半天笋甲半天花。半天笋是青仔丛、槟榔丛上尾仔的环，像乌环的环。嘛有人讲是茎，一丛槟榔树仔，干若顶面差不多50公分的身影会当食。若挂落来，毋那是未生槟榔，规丛槟榔树仔嘛会死去。一般是要防淘汰的老槟榔树，也是风台倒落来，也是已经无要种啊，才会甲中迄个心切落来卖。槟榔花就是人讲的半天花，嘛会当做菜来炒，也是煮。半天花是拢等青仔产期过了才会有，这两项毋是足接看的，因为槟榔丛算是高经济的农作物甲果子。所以一般是拢会留落来互伊生槟榔，要甲槟榔花也是槟榔花挂落来做菜卖。我今日就先讲到这，大家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看法甲想法，拢欢迎来面册甲我也是甲大家分享。嘛请会记得订阅也是追踪这个节目，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也是伫平台留五粒星留话互我。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赞助的链仔，真感谢大家今日的收听，我是贤爱妈妈，大家再会。